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2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桃园病院感染风波继续扩大，今仔日佫增加2个本土病例，有风声讲，还佫有2名医调人员发烧，不过因采检全部拢是阴性的。今仔日是高中科大学的下考能力测验头一天，有12万名考生去考试，入到考场也着爱遵守防疫规定。入冬了后，空气污染上界严重的出现了，也因为西部时阵吹袂到东北季风，民众出外就爱挂嘴红。国内在今仔日又佫增加6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也若讲到本土病例，今仔日是有增加2个。这2个病例有一个是进前染病护理师伫咧负责照顾病人，另外是一个甲病人带做伙厝内底人。今日因为疫情开始拖开啊，指挥中心今日要启动桃园病院专案，所有出院的人拢爱居家隔离14天，隔离期满了后佫爱采检。咱也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最新的说明。首先跟大家报告哈，大概我们今天是新增了6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是喀麦隆、印尼及菲律宾入境。那也另外新增2名的本土案例也是都从这个布桃的群聚发展出来的新增2名的本土个案。从这个表大家看到红色下面2个圈圈这2位都是从852所演出来的照顾的病人881，然后在881里面再衍生是881的一个大女儿。那葡萄专案里面大概包含几样，当然原来就知道医院不断的在清空住院的病人只出不进。在清空的部分，出院或转院的病人都会列入居家隔离的对象，那转院后需住专责的病房，14天隔离期满或移出前需再次采检。出院者需居家隔离14天，那期满也需要采。桃园病院发生群聚感染事件，紧要风声讲，桃园市卫生局有2名伫咧做疫情调查人员出现发烧症头，经过采检，这2个人拢是阴性的。卫生局也请外界唔通乱药。另外，桃园市的便利商店内面的座位也因为疫情关系，对今仔开始无对外开放予民众使用。就伫2日下晡，桃园卫生局大楼向开始大消毒，办公室的员工全部出来伫咧卫生局头前的车路，特别引人注意。加长工清洁人员搁甲办公室的橱仔切的加强消毒，窗仔门嘛拢开开，保持空气通透。民众若要入去卫生所，嘛拢爱挂喙按磅体温，手嘛爱清洁消毒，遵守防疫的规定。因为桃园市卫生局团出有2个疫调人员疑似出现发烧的症状，卫生局表示，2个同仁2届采检的结果拢是阴性。疫调的期间难免有风险。昨天是我们做这个预防性的这个消毒，扩大框了1位，那框了1位，那我们也给他做一个居隔的单子，他没有症状，那也采检2次都阴性。那另外有1位他有其他的疾病发烧，那我们也紧张，也给他让他在家自主健康管理，也采检2次，2次都阴性。面对疫情压悬，嘛，互桃园地区的便利商店真紧张，包括莱尔富、7-11甲 OK， 拢宣布桃园市各区所有的门市拢无要开放用餐区。另外，桃园市附近的病院所有的7-11诊所嘛，暂时无要开放。即日起，桃园县市所有门市座位区将暂停开放。还可以啊，因为毕竟疫情啊。也若专家便利商店是决定暂时内底用餐区也是会开放，目前的做法是加强消毒，每一个班消毒2届，一天6届。好事多是甲南崁店、中立店的座位减一半，而且嘛会固定消毒塞车。都还有继续开放哈，有啊，继续开放有，继续开放，只是加强清洁消毒这样而已。对。另外，这届步入桃园病院群聚感染确诊者的行踪，扩大到餐厅甲旅馆。桃园市府敢会提供业者相关纾困方案？市长陈文灿嘛讲，纾困无问题，这是短期的现象。其实去年6月份了后，桃园的国民旅游振兴，只是这届疫情来了真凶狂，一定会积极协助加入纾困机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病院这个群聚感染事件继续在扩大咯，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要求1000多人要居家隔离。不过，国内有专家认为讲，这批疫情主要是真高传迄种病毒，建议前线的医生要有快速体检的工具，才会当赶紧把感染者找到出来。甚至有专家认为讲，伫咧昨所增加的丹麦技术人员，应该是伫咧台湾去互感染的。
台塑企业一名单未招技师，去年12月底来台湾，有登记前31台阴性证明，入境到即马无症状。不过入境进前，伊自费采检却验出阳性，确诊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值是 T 值是30。虽然疫情指挥中心研判是境外移入，伫国外应该感染一段时间。不过国内专家认为，个案本土感染的可能性较悬。如果他是在丹麦就被感染，他进台湾已经差不多21天了，他的CT值通常预期会再高一点啊，可能到33左右，或到33到35。以可能性来判断呢，境内的可能性会比境外高一点啊。指挥中心表示，个案主要活动场所是工作地区加宿舍周围，相关接触者也在疫调当中。另外，针对为福部的桃园病院感染事件，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已经制出会所关怀计划，列出1000多人爱居家隔离。不过，专家指出，这波疫情主要是变种病毒株，建议第一线医师爱有快筛工具，将轻症列出来，这样避免社区传播。如果他们有一个类似流感快筛，可以在20分钟知道结果的，哦，那这样只要他有怀疑，他就可以顺手做一下。大部分是轻症了，那比较容易抓到。专家根据国外研究显示，无症状比例甲年岁有相关性。推估国内未少医护士少年人可能有一半是无症状感染者，这也是全球新冠肺炎真歹控制原因之一。建议民众一定要落实骨力洗手、挂喙安，减少出入公共场所，降低被感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过年时啊，真侪庙会活动拢已经取消啊。伫苗栗后龙珠分宫，逐年元宵拢会举办的光炮声活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只是当着疫情，庙方也决定讲今年要停办。万炮齐发，现场迎蓬蓬，参加的人爱弹出手中的炮啊！这就是相传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后龙珠分宫光炮声的活动。经过一场激烈的活动了后，炮声慢慢降落来，意味着攻城的任务结束啊！成功把炮啊弹入去炮声的人，会用得到主办单位的礼物。这款的活动吸引不少观光客，有人连续2年拢来参加。第几次来参加？第2次。但这款的活动今年看无啊，这个原主清朝时期为军事活动慢慢变成是民间活动。台湾文化局相关的文献，日本时代还阁有举办的记录。1984年恢复每年举办，已经连续37年。这个受到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人换做伙出问题，庙方决定停办一届。光炮这个活动把它暂停1年，希望大家都体谅。根据苗栗民间讲法，先民光炮声活动一开始嘛是因为疫病，祈求妈祖保庇，赶走瘟神。到了现代，变成了苗栗后龙元宵节的活动。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个状况，我们这个政府一直在关心啊，我们地方上也是要配合。受到疫情的冲击，传承100年的民俗文化活动必须要停办1年。原本苗栗后龙镇公所配合办理的晚会活动，嘛做伙来划停，就是要避免疫情升温的时阵，变作是防疫的破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中考大学的学科能力测验，今仔日是头一天，拢总有128000个学生来考试。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入去考场进前拢爱绑体温、除酒精、挂嘴安。伫咧考场内面，窗仔门也是爱拍开。这回要设一个专门予需要隔离、自主健康管理的学生所使用的专门考场。来，帮我看一下这边哦。你可能要蹲低一点点。磅体温、喷酒精、看证件，避免人伤济。无到8点，已经有考生到考场，因为市场内底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考试的时阵，拢爱炸喙安。大考中心分配一人一工一个，考生嘛有准备。之前在学校就是写试题的时候，已经有就是一直都带着，就比较不习惯，但是为了考试还是要忍耐一下。家长袂使陪考，看囡仔入去面对重要的考试，又搁拄到疫情搁较严重。有家长讲，伫咧考前1个礼拜，特别注意囡仔爱食好、困好，莫去人济的所在。不可能去唐吉诃德或者那些地方都不可能的，所以其实都待在家里。考生没有乱跑。
考场的防疫笼罩指挥中心规定，以台师大考场来讲，日场气温若是超过37.5度，爱去护理站、中心场，若是2届拢无过，爱去2间备用的防疫市场考试，一间上济5个考生。在10分钟以内，我就是会再帮他再测量2次这样子。对，那进来的话，因为他们有发烧，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会有采间隔座。监视人员的部分，除了就是口罩，另外也有防护衣，还有防护的护目镜跟帽子。大考中心表示，透早第一节英文使用2间防疫的市场，拢是因为体温超过标准。国家建议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有7个人，使用3间隔离的市场考试。记者是辛志明台北报道。讲到台股的大盘指数，日1冲到上悬，也就是16000点。不过，自台股一开盘虽落168点，已经无到16000啊。主要原因是台积电早盘落2%，不过盘中鸿海、联电、大立光相对强势，又重新徛登去到16000点。分析师表示，讲美国政局渐渐稳定，加上台票长期起短期之内台股无落落来理由。第2日台股创历史新高，第一遍徛上16000点的关卡，不过起势无继续。2日台股开盘15984点，北盘168点，不过个别股轮起，鸿海、联电、大立光的股价表现拢正强，盘中回升16138点，台股也是守掉16000的关卡。涨了很多啊，大家都很高兴，我相信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跌下来，我相信是暂时的。到尾盘它拉起来也说不定啊，外资在买啊。台股的火锅先山台积电，一早起开盘股价表现无好，649块开出，北盘24块，盘盘差不多2%。期待是求水超过6223亿。台积电的股价起起落落，直接影响台股的指数。尽管分析师讲，台积电若每起1块，差不多影响大盘指数8.5点。只要台积电的股价好，台股就袂伤差。不过分析师分析，主要也是看外资。美国联动台股，伫咧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美国的政治无确定因素下毒，国家代表一日起，短期内台股是无大盘的理由。如果说台币持续升值不变的话，台股趋势向上，我认为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昨天指数才创高哈，所以今天拉回的空间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下个礼拜不排除指数再创历史高点。第2日新台币兑换美金升达超过4角，升破28块，上悬不到27.953。不过分析师提醒讲，搁在2礼拜就是旧历过年，伫以前台股宏观拢会出现卖压，尤其是投资大户加兵种的券商，为了避险长假的风险加利息的成本，拢会卖股换现金，回收资金的市场卖压，恐惊影响台股的大盘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拜登做美国总统了后，中国的商务部就表态讲，有考虑要加入 CPTPP， 但台湾也表态有想要加入。有学者表示讲，中国想要加入，有影是有困难的，而且台美整体的投资部一谈判也未讲好势，咱台湾应该爱脚踏实地来处理才对。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嘛就是 RCEP。中国第年底嘛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伫美国拜登就台同一天，中国商务部中心积极考虑加入的 CPTPP。我们愿与更多贸易伙伴商签自贸协定，积极考虑加入 CPTPP。但是想要加入的 CPTPP 的，唔仅是中国，台湾嘛是真早个积极表态争取。但是对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日本来讲，上仰望的应该是美国中心党的这个协定。对中国想要加入，学者卢信昌认为有困难。那日本到现在为止的这个主要目的都是以虚位以待的方式，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回归团队哈。所以我想在以这个召唤美国为优先，加上在整个农业开放，日本如果对大陆做农业开放，相对处于不利地位哈。我想这个部分来看，难度是高的。对台湾来讲，敢是有仰望会当参加。卢信昌指出，台美整体投资部以谈判的架构也未讲好，应该以务实面来处理。伊强调 ，CPTPP 绝对不是拜登政府的优先项目。不过，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中国的经济有真大的成长，对美国来讲是一项挑战。现在你要去修复跟这个盟邦的关系，
你首要的就是说，你要面对中国大陆70%的 GDP 里面，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虽然呢，拜登的团队曾经发表意见说，希望欧盟还是没有签之前呢，希望要跟美国来做磋商，可是最终还是达成。拜登就来了后，头先的任务是恢复秩序，佮以美国内政优先。第二个是国际面，但是伊甲川普上大的无共是修复甲友邦的关系。伊对台美的关系是啥物态度？嘛，互美国甲两华进入了新的三方关系。记者郭灿对这个台北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到嘉义民雄视察中科院的航太园区。蔡总统表示讲，看到新式高教育的订单留伫本土的产业链，若创造就业机会。即马中科院也要甲重点放伫咧发展无人机。嘉义会是一个全国无人机发展上面最完整的一个聚落，吸引相关的人才的进驻。也让中科院跟民间的厂商的技术可以相互的整合，激荡出更多创新的机会。我非常肯定我们的县府团队有宏观的格局，要为嘉义县创造新的产业，以及替未来长远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总统蔡英文强调讲，无人机有发展的好机会，咱台湾绝对袂当输别人，也甲未来世代上界重要的产业留伫咧家己，中央也会投入资源。另外，中科院伫面向发展航太园区，重点放伫咧无人机产业甲航太研发。嘉义县政府也有意愿发展产业自路，中科院也强调讲，会配合县政府做伙来规划。立法院最近伫审查临时会议，这个审查预算，各部会预算，国民党团却因为讲进前海军有甲店家取消外送的订单，讲摕这来做理由，提案要甲相关的餐费预算并起来100万。这个行动却引起众人批评。不过国民党团也不会讲，国军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进行检讨才是。我来，不是来饮料，我来付钱的。钟总，你好，谢谢你啊。上次我们的官兵让你这样子白忙一场，不会不会。总统蔡英文去年9月份去澎湖视察的时阵，捌专工去饮料店，替进前当地海军舰队的官兵为了出任务，却临时取消的订单来纳钱。不过，立法院国民党团认为讲，海军走单的事件，去年下半年就发生至少3件，伙食费需要检讨。趁立法院总预算审查的期间，提案冻结海军司令部等15个单位，伙食相关费用100万。而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有关于国防预算上面，我们会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这些真的都只是在跟我们的国防人员作对而已。立委批评，伫中共机南真接扰乱台湾的时阵，国军的任务已经真重，安尼恐惊会打击士气。不过，哪位表示，在野党本来就爱负起监督预算的责任，嘛是透过这个机会检讨军纪，还有今年度国军副士费平均一个单位的成本，干那1.88块，这才是造成官兵爱清在叫外送的原因。我们一定会提出充分的理由才会删减，那也不能因为删减，然后就说啊，你不支持国防，你不支持海军，那请问在野党要做什么？冻结的意义就是说，请行政单位能够说明编列预算的目的还有使用的状况，只要能够清楚说明，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不解冻的。国防部的高效能战略量产、新式高教机、甲 F-16战机性能提升等等重大预算，嘛互哪位提案冻结。蔡总统顶一日要求民进党立院党团强力捍卫相关的预算案，国际民因安尼提案反制，要求全数照例卖互冻结。不过，这届立法院临时会，朝野立委提出的台协商案都有3600多案，其中国民党团就提出2800多案。议会敢会当如期甲预算审核了，就要看哪力敢会当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发生病院群聚感染事件，所引起澎湖县、云林县、苗栗县拢要求因的县府人员较莫去到桃园出差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中昼特别出席桃园市防疫病院的联合会议，要来甲医护人员小听鼓励。所以今天临时增加这个行程，是要特别来为我们桃园加油打气吗？还是说担忧疫情的问题？对，就是特别来加油打气。等一下我会在会场上讲话。
行政院长苏贞昌一开始伊就表明立场，讲是要来甲桃园的医护人员相挺的。这场会议是桃园市各大病院的例行会议。桃园病院却因为疫情关系，用视讯的方式参与会议。苏贞昌甲桃园市长郑文灿也拢特别感谢桃园其他病院分担医疗负担。伫咧桃园出现本土病例，一寡县市也开始抵制，爱县府人员敢爱去到桃园出差的。所有人发现讲出来抵制，拢是国民党所执政的县市。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也跳出来批评讲即寡话对防疫无帮助，伊认为讲即寡县市安尼做，完全是为着防疫设想。现场抱着国民党立委张玉美的狗仔，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或者出席国民党动物局的活动，访问着未经拿牙执政的县市，纷纷祭出禁桃令甲限桃令，防质疑是毋是共同发起的行动。江启臣驳斥，强调这县市出发点拢是为着防疫，嘛是为着民众的健康。子虚乌有，而且是非常恶质的消息。那这样子的一种恶意的消息传播，只是不利于我们整个防疫的工作跟作为啊，那也会分化我们的社会，甚至造成无谓的所谓的歧视性的行为。我们一起这个支持桃园，声援桃园。主席江启臣强调，这个时阵上重要的是守调桃园，才有可能守调台湾，呼吁大家齐心齐力。希望大家关心的还有动保议题。国民党动物局由青年部发起，强调这是少年族群关心的议题，会甲动保团体合作，继续提升动物福利。爱护动物，大家一起来。国民党指出，宠物的数量今年突破300万，超过15岁以下人口，但认为国内动保意识甲法制规范佮有待加强。青年部咧研究动保3册，推动动物立宪，成立动保智库，佮有设立专职的动保处。记者林永贞记成台北报道。接下来，咱各位来关心到全世界消息。人讲水火无情，伫咧印度西部有一个全世界上界大的疫苗制造厂商——印度血清研究所，第一因发生火灾，有5个人死亡啊。厂商表示讲，发生火灾地点是新起的园区大楼，目前无生产线设伫遐，对疫苗无啥影响。全球上大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伫马哈拉斯特拉省普恩市的生产基地，21下晡发生火灾，高压乌烟一直为新起的楼房浮出来，一直到尾暗啊火势才被控制落来。警方伫会场发现5个尸体，可能是拄啊咧施工的建筑工人，导火原因也在调查当中。पौने 3 बजे करीब सीरम के पास इंफॉर्मेशन आई कि वहाँ पर आग लगी है 4th 5वें फ्लोर पे जो मांजरी का एक्सपोर्ट उनका जो प्लांट है वहाँ पर। 印度血清研究所负责生产牛津大学甲药厂阿斯特捷利康合作开发 COVID-19 疫苗，这疫苗得到印度当局的批准，是即马防疫注射计划当中所使用2款疫苗当中的一个。印度打算要伫8月，予3亿人完成注疫苗。另外，真侪中低收入国家，亲像孟加拉、尼泊尔、不丹甲马尔地夫，也挖靠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疫苗。印度20日搁运送关键100万剂的疫苗到加德满都。印度血清研究所伫火灾过后，特别向外界澄清大火发生伫新福建的分区大楼，现场还未设生产线。对目前疫苗生产甲库存的5000万剂疫苗无什么影响。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美国新任的总统拜登第20宣誓就职啊，伊宣誓了后，遂签署15项行政命令加2份的 MOU， 其中有10项是要启动全国性的防疫计划。拜登伫今仔日也公布详细防疫内容，包含着要安怎推广做疫苗甲检测。Let me be the clearest on this point. Help is on the way. 美国总统拜登20就任，虽公布签署几多项行政命令，日日也公布详细防疫的策略，就建筑有防射加检测，以科学专业做基础。Today, I am unveiling a national strategy on COVID-19 and executive actions to beat this pandemic. This plan reflects the ideas I set forward during the campaign and further refined over the past 3 months.
拜登签下10项加对抗疫情有关的行政命令，有7大目标，包括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扩大检测范围、甲寻求疫苗的供应。目标伫咧上任了100天，自1亿吨有放射，抑阁下令美国人民挂水淹挂100天。拜登也停止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防疫专家福奇也参加2月 WHO 执委会视讯会议。I am honored to an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a member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ank you for your incredible leadership against the pandemic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 good day for WHO and a good day for global health. 福奇也讲，拜登会阁发布1项命令，包括美国想要加入 COVAX 新冠疫苗取得机制，并且重新启动美国甲 WHO 的常态性合作。不过，拜登拄则上台，全美国有真侪州出现示威活动。奥勒冈州波特兰市当地民主党总部和示威者破坏，警方射催泪弹赶示威者，有8个人被警方逮捕。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人讲人若无照价值，天就无照天理。伫咧意大利南部最近就出现一只长24公尺长的长手海鸥，伊的尸体就来到港口，煞害过砖头交通大拍角。另外，伫印尼的巴厘岛加阿拉伯半岛的科威特，也拢出现海鸥跨刷，甚至是死亡案件。海巡伫暗时将海鸥的尸体拖转去拿破里港口，这只长24公尺的长须鲸常常出现伫意大利滨海观光古镇苏联多，因为体型真大，互渔船的交通袂顶袂当。镇民顶礼拜发现一只细只海鸥伫渔港内底，一直以头弄扑动码头。专业唱水人员落海看，发现海下骹沉一只死去的母海鸥。奇怪是，因唱水人员找到死的海鸥了后，伫港边真侪港的小海鸥也消失伫大海当中。目前初步检判并不是外力致死死亡。不过，长须鲸真罕见出现伫意大利的海域，互专家感觉真无理解。这么大的体型也拍破地中海纪录。当地民众将大海鸥的死亡甲民间天主教圣人拍替海鸥海怪传说联想做伙，引起大家讨论。海影一直冲伫扩坏海鸥身上，风景真水的巴厘岛山坡也传出长14公尺的布氏鲸死伫岸边。当地人表示，因为闻到恶臭，伫岸边找找恶臭来源，才发现海鸥的尸体。印尼的保育机关赶紧出动大型机具，将海鸥原地抬起来。Dia terbawa arus sehingga nanti mati dan seterusnya terdampar di sini. Kami belum bisa melihat apakah ada penyakit atau luka dalam tubuhnya karena sejak kami temukan pagi itu sudah dalam kondisi busuk. 伫阿拉伯半岛的科威特也出现一只长须鲸的尸体铺伫桥边，海军将这只海鸥吊出海面，再甲卡车顶悬。虽然具体死因还阁爱调查，不过连续真正声海鸥死亡的事件也唤起当地动保团体对海洋环境健康的重视。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巴勒斯坦的加塞走廊，因为天然环境加上人为因素，致使当地水资源去互污染，而且是污染甲真严重。有9成以上的水拢是无法度啉的。伫咧以色列，就一间新创公司面对着这款的情形，因发明一种利用空气来制造水资源的设备，想要解决食水的问题。住伫咧加沙走廊的民众，若要用水，就要家己传水塔，或者是大开水桶。去水车接水，摕大水唔那是规家伙仔啉，抑个爱摕来煮饭。لأنه المية اللي بتيجي من البلدية مية مالحة لا تصلح للشرب إلا لمواد الغسيل والتنظيف والاستحمام، لهيك احنا بنشتري المية عشان مادة أساسية بنقدرش نستغنى عنها. 有超过18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所在位人够多。主要拢是靠滨海地区限水站伫咧渡水，靠落雨补充水分。不过，地中海型的气候，热天较无好，降雨量无法度应付，人口阁增加遮尔紧。伫经过开采甲用水量增加，互限水站造成无法度恢复的损害。Local authorities say that as much as 97% is too dangerous for consumption. 水道头损毁，出来的水会当直接啉。这对当地人来讲是无法度相信的代志。以色列创新公司 Water Dream 因为这台机器，敢若用空气就让制作水。هي الماكينة هي عبارة عن ماكينة إنتاج
ماء من الهواء بتنتج في اليوم تقريبا في أجواء غزة。机器甲空气处理器内面有过滤器，会当甲空气内面的一寡土沙一个污染物过滤掉。过滤了清气的空气，经过一直冷热的交替，就当凝结成做水，会当直接摕来啉。创新团队除了关设备，还佫加装太阳能板，互机器袂因为停电无法度使用。对空气转化出来水，放伫咧水塔内面，结果分配到每一间用户。对无水通行的人道危机，以色列团队出手斗3工，希望会当成做两地之间走向和平的第一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所以这条新闻，伫西部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咯。入冬了后，上解歹的一场空气污染来咯。昨全台湾有22个观测站拢出现红色警示，而且是西部东北季风较吹袂到的所在，歹空气伫遐较袂散开。台南市环保局也呼吁民众，若准备出门去，就要挂嘴啊。一透早往窗仔外看出去，是真雾的一片，民众外出嘛大部分挂上嘴烟。这礼拜台湾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包括云嘉南、高雄、屏东，拢是下风处。污染物扩散无好，真容易累积。对21号开始，测站只有拢是红色警戒，一直到22号透早8点，台南的观测站嘛是个红色的警戒。21号空气品质的指标数字竟达到160左右。有点那个眼睛也是不太舒服，骑车的时候。早上，从饭店看出去觉得灰蒙蒙的，差蛮多，跟台北有点差，对，跟台北有点差，所以还是要戴口罩，对。那南部地形就容易污染物累积，那尤其是现在最近又有南风的云气又带上来，就湿气会多，就会这几天的台南的形态就是有一些雾加霾的一些情形。对21号开始，西半部空气几乎拢是黄色的警戒，而这波相对较歹的扩散条件，就会持续到礼拜。都爱真注意空气污染。另外，虽然这几天是回温，不过台湾的南方嘛有较淡的空气北移，近期南部地区嘛有可能会落雨。整个降雨的几率稍微偏高一些哈。那但是这个雨的状况在今天晚上过后呢，明天开始呢，雨的情形就比较降低一些。接连的几波红害。环保署嘛提醒云嘉南、高屏地区所有的族群应该减少伫户外的活动，敏感族群嘛应该减少伫户外剧烈活动，出门都要挂嘴烟。记者王正云台报道。讲到全世界疫情继续伫咧滚价，教务委员会特别制作35000份防疫关怀包，内面有一寡防疫物件，按算伫过年进前被寄予侨胞甲台商，互因伫一个5月世界卫生大会进前替台湾做外交宣传。黄色卡棒顶面印有台湾乌形的图，佮用英文写要互大家健康。台湾 can help， 细细卡看起来真古锥，内底佮有乌形图的喙暗，台湾造型的沙文等等。教务委员会拢总做35000份防疫关怀包，要发予住伫咧外国的台湾人。戴着这个口罩呢，在海外来彰显说，在这次疫情当中，台湾不但有能力可以自己自立自强，更有能力来帮助全球所有的人类。但很期待这国际组织能够接纳台湾让台湾能够实质发挥效益。侨委会按算过年进前，家这的防疫宣传品空运寄去予各地侨胞领袖，希望透过因伫海外影响力，宣传台湾的防疫力量，马替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来铺路。你今天在海外，你送人家什么东西，人家还不见得是要接受。那刚好现在疫情那么样的严重，这样子切实的送到国外去，我相信他的国外的一些朋友一定是非常的欢迎。来参加的侨胞领袖表示，过去一冬以来，已经有真侪台湾的防疫甲医疗用品免费送到印度等等的国家，嘛代表防疫无国界。侨委会嘛希望透过防疫关怀包的宣传，进一步争取海外民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
伫咧新北市地检署有一位姓吴的检察官，去向检举讲，伊伫咧上班期间无伫咧办公室，警方人员去调查了后，才发现讲，伊上班期间走出去掠人，过去看场等等，落尾检审会议处敢若判伊足期主义处分离异。另外，还佫一位姓简的检察官去向检举讲，伊用无正当的方式逼被告着要认罪，甚至怀疑律师的专业能力。落尾去互检评会认定讲，伊有违失，决议要甲伊移送到厅界法院。相片当中都是新北地检署姓简的检察官，毋过伊被指控用无正当的审问方式逼被告认罪这行为，互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认定违失，通过将其移送厅界法院，也正做法官法亲自上路了后，第一位直接互检评会移送厅界司法官。公正的态度没有改变，品质没有改变，未来纵使深夜也好，机构也好，这又怎样？扣他薪水又怎样？但是是不是未来要有更多的监督跟教育？希望他能够改变。伊被点名伫侦办时阵，骂被告是讲白贼话，真侪摆要求被告指认警方渎职，啊若无就办因规证甲无告，协约认罪，甚至伫公开论坛上用垃圾话批评律师，质疑因的专业能力。啊，毋过检评会考虑伊资历无深，也反省改进，所以建议记新改。连一个上班的翘班这种没有纪律。如果一时性的，也许要给他机会。那如果连最基本的敬业都没有，那案件这么多，人民的权利这么影响这么大，这样的话是有很大的问题啦。同款伫新北地检署一名姓吴检察官被人检举，上班时间无伫办公室办公，佫涉嫌诈领加班费。警方在会跟踪了后，发现原来伊趁上班时间走去掠零店掠零，还佫去看电影，为囡仔提制服有5摆控制事实。伊由检察官因事审议委员会议处，检审会议促持主义处分，决议报法务部来核定。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插价上棺材，有影是插钱解摆。有一对20多岁少年翁仔某，伫网络社团顶头卖婴仔的牛奶粉，而且是一箱6000块，佮加囡仔的七套物仔。真侪人看到了后，就赶紧甲因注本，想要到钱汇过去了后，却拢无收到货。报警了后，警方才抓到这对诈骗的翁仔某。利用社群媒体在我们网络平台上，就是张贴便宜卖每箱6000元奶粉，而且可以附赠玩具的方式来诈骗初为人母的新生妈妈一旦这些新手妈妈她上当之后就会汇款，而这时候这对夫妻即以推脱拉的方式来阻碍出货。一旦在人头账户取得款项后随即就断绝联络，造成这些新手妈妈求偿无门。因为有真侪家长拢贪俗，伫网络社团顶头甲人注本，汇钱过去了后，却无收到牛奶粉。这个诈骗集团对方选用一大堆理由，伫咧延长时间，目前尚无有6个人去防诈骗。警方也呼民众买物件，就要找有信用的店家较妥当。伫咧高雄中间有收一个对东南亚来的4岁囡仔，伊2019年6月因为肝的问题来到台湾治疗，想袂到手术了后2礼拜脑部血管出问题，致使脑中风。经过检查，竟然是罕见疾病阿拉吉亚氏症候群。这回来到台湾已经是第5代啊，本地这个血管所引起的中风症头也渐渐有改善。走路虽然还无啥会知，不过妈妈看到4岁的人会走路，心情也是有较轻松淡薄。2019年7月份，为东南亚来的人，因为身体上大刀闭锁，一路远路去到高雄换肝，想袂到换肝了后2礼拜，伊个脑中风，甲几摆发生暂时性欠血中风症候群，甲伤病性毛毛样病。经过基因的鉴定，才发现伊得着罕见的阿拉吉亚氏症候群，所以脑的血管有各样。毛毛样是2侧性疾病嘛，我们通常如果开右侧，难保在手术当中不会发生左侧的中风，是这个手术我们比较不容易控制的状态。如果顺利的接受完手术，其实它终身的中风发生率就会低非常多。招生外口伫2019年12月份，甲2020年3月份，替A人做2届毛毛样的手术，加上这届回诊，这对母仔囝年半以来台湾5届。疫情的期间嘛，互这段治疗的过程更较困难，不过辛苦总算有价值。几乎崩溃，没有任何症状，
根本就没有好像那个庄医师说会有那个右手右脚会没有力啊，那个就没有。曾明阳医师表示，毛毛样病是囡仔人脑中风爱检查的原发性疾病，也就是所谓脑中风的体质。不过，其实这几年来发现讲，不少大人嘛有毛毛样病。一般要透过资金造影、甲血管的摄影，才会当发现或者是确诊。若发现家己正脚或者是正手会向无力，过一时就搁好去，这种暂时性欠血症候群的症状，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大学有一位脑性麻痹的学生蔡东林，无受到身体的障碍的束缚，说是真介意，也是真认真一个学生。学校为着要帮助家长通好来照顾伊的生活，特别提供宿舍，互因母甲囝来住。老师甲同学嘛拢甲因帮赞，互蔡东林会当完成读大学的梦想。来，慢慢等，没关系，慢慢等。家囡仔扶咧，带伊一步一步慢慢啊向前行。这是屏东大学一位脑性麻痹的学生蔡东林，甲伊的阿母王淑萍。校方为着要帮助家长更较方便照顾囡仔，也特别提供无障碍的爱心宿舍，互因省真济交通时间，通更较专注伫咧学习。有上进学习的心，愿意全心全力的来陪伴跟他的一个成长跟学习，所以东林的妈妈但也得到第27届的全国爱心妈妈奖。虽然蔡东林自细汉就因为脑性麻痹，无法度讲话沟通，手袂当举笔写字，脚嘛无法度好好徛咧甲行路。毋过透过王淑萍的设计，制作真侪适合蔡东林使用的拍字等等的生活工具。老师嘛特别纠正蔡东林考试的时间，互伊毋免因为身体障碍来放弃读大学。跟东林一起学习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友善、很和善，这样老师们都很好，同学也真的很棒。课堂上表现还不错，但是作答有点慢，所以我考试的时候都会延长他时间。然后他跟同学也相处得非常好。虽然对蔡东林来讲，这条读大学的路行起来有较辛苦，不过伊家己是拢真乐观，还佫有阿母甲学校的老师、同学来甲斗相共，会当减轻真大的负担。蔡东林嘛希望除了本科的国际贸易课程，未来佫会当愈精进电脑资讯的专业，伫大学满足各种对学习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中孝东路伫顶过日仔，有伫咧车路中做一个过路人庇护岛。这个庇护岛的功能就是讲，若准咱人伫咧过车路，若准备赴行到一半变红灯，过路人会当徛伫庇护岛，等待后一回青灯。不过，这个庇护岛做好了后，却害真侪车发生车祸。伫台北市中孝东路一段附近的路口，伫斑马线外口有精设庇护岛。过路人若是行到一半未赴的过时阵，会当徛伫咧庇护岛等。不过，实际看有真侪民众也毋知影庇护岛的功能，也有教唆认为设庇护岛颠倒危险。大家如果开车真的没看到那个小小的东西，一定会，我觉得下面一定会卡住那个底盘。比如说 A 柱会有死角。A 柱有死角。对啊，我们眼睛老了，眼睛退化，反应看到不容易看到这样。对。就民众讲，庇护岛伫咧12个元港以来发生过几落件车弄倒的事件，有计程车直接开进咧庇护岛，要轿车弄甲安全气囊拢逼出来。台北市交通局解释讲，因为迄当阵拄则完工，沿路人抑阁无啥惯识即种新的装置。伫代志发生了，已经伫咧庇护岛顶头打反光条，抑阁徛伫咧警示标识。交通局实地看了，也发现。其实车若是照规定倒弯，是袂去弄到庇护岛。到路口中央再开始做转向的动作的话，其实这个是不会碾压到这个庇护岛的。可能部分有一些用路人他的转向行为会体现转弯的动作，那俗称就是类似切西瓜啦。交通局讲，根据国外研究，设庇护岛唔乃当提供过路人停等的空间，也当减少车违规倒弯的驾驶行为。对台北市庇护岛建设了发生交通意外，会加强宣导加检讨，希望做好保障过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鹿港的车辆研究测试中心，要做一个过路人安全防护的实验室，提升国内开车的安全。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来参加动土典礼。另外，针对着台湾灯会停办，大约是损失2亿的预算。林佳龙表示，讲包含抽象艺术创作，拢会遵照计划完成，日后会找时间过来进行展览。
来到中华的车辆测试中心，交通部长林佳龙特别设置的行人安全防护实验室动图，未来才会起一间整合汽车安全测试的实验室，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不过最近疫情搁拖，原地伫新竹举办的台湾灯会取消，各界评估除了损失100亿的观光收益，或者已经开出去的2亿的预算，也可能受到影响。林佳龙表示，进前准备阶段的时间，要是会按照契约来纳钱。有一些施工我们就停止，好，那会依约来进行这个支付。那其他的预算我们会省下来，好，那作为后续，我们也会征询包括立法委员大家的意见。那怎么样让这些灯可以最适当的方式呈现？疫情也冲击旅游业，林佳龙表示，除了运用纾困条例，也以特别预算全力协助旅游业。但是讲到大众运输防疫的方面，林佳龙强调会随时调整，也会因为最近群聚事件就摆渡桃园。那公共运输到目前为止1年来，并没有发生疫情在这里传播。这个就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所以不可能说跳过桃园。我们现在更要支持桃园。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最近过年回乡的人潮增加，公共运输也会加强巡检，按照状况加强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仁德三亚溪边啊，有2间75年历史，而且是日本时代所留下的军事炸弹仓库。去年台南市文资处有会勘了后，按算要列册追踪，想袂到最近附近去互拼真侪粪扫伫遐，而且仓库附近也当咧施工，杀害地基柜的绑记，当地文书团体犹原是真烦恼。伫三亚溪边仔，这座日军放炸弹的三角形库房，即马亲像一个粪扫堆。其实伫台湾哦，做者即款日本时代留落来物件，迄若无整理，差不多拢是变做仓库啊，无就是粪扫。宋德伟因为对二战遗迹有兴趣来遮参观，想袂到发现现场互人乌白弹粪扫。这个日本时代的军事炸弹的库房，其实有75年的历史，规个建筑真完整嘛，真罕见。行过来这边的，你会使看到这顶悬，而且拢有狗啊。伊这狗啊，听在地这文史工作者因讲，这是咧搞一寡较早战争的时阵鱼雷，啊个炸弹。毋过，即马遮亲像粪扫堆，外口挖进三亚溪的所在，地基已经放弃。另外一间日军仓库亲像废土，佮用塑胶篷布盖起来。去年当地民众发现边仔整治工程破坏建筑，要求爱保留这2个日军的库房。台南市文资处会勘了后，决定要列册追踪。小弹药库下骹拢叫掏空，已经要落落去啊吼，咱叫做烦恼。希望讲这2个弹药库吼，以及咱台南的所在地区吼，有足侪其他的军事设施、军事遗产吼，会咱做一个整体的调查啊，有机会吼，能够及早把它列入文资保存。文书临时毋忙，台南市府脚步较紧。文资处表示，因会要求施工单位处理绑头的问题。目前这个案佫要调查较完整的资料，才会当上审议会。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台南报道。英国伫咧过年前后，台东山谷地区的农田拢会出现油麻菜花景致。不过今年却因为欠水，大家爱轮流用水。虽然农民有种油麻菜花来做肥，不过农民若准有水，就会赶紧把油菜花全部吞掉。致使咱即马看袂到油麻菜花景致啊！台东冲谷地区的田，即马应该是规片黄银银，油菜花花海。不过，地上关山迄个里仔的田，因为欠水阴田，轮流灌溉时间一个到，农民就开始种地，把油菜花凹落做肥。今年确定看无花海的景致，也若地上乡公所，今年油菜花产选美比赛嘛停办。所以现在农民呢，怕没有水哈，所以就提早就整地了哈。就算有开花，之前有开很多油菜花，也现在都已经差不多都准备耕掉。关山镇的田情形嘛同款，原本要清8公顷的花海，农民伫咧过年了后才会种地，甲做绿肥的油菜花凹入去土地做肥。不过今年因为轮流阴田，农民提早种地，花海消失，却出现另外一种无同款的花海。有关山镇的农民改种旱作田麦啊，即马开出真侪白色的花。荞麦花海就看着像下雪一样啊，小小朵啊。白色的花朵。今年呢，我们也想说，做一些改变哦，所以呢，我们有配合农民呢，撒了一些荞麦的花哈。
甜麦仔的花开花期有甲1个月，不过农民讲，台东的甜麦仔田目前差不多敢若有80公顷，而且南山分布伫咧关山，还佫有落叶迄颗粒啊，民众可能要用一点仔时间去找才看会到。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蒜头伫去年9月捌出现每公斤超过330块的价数，目前进口的蒜头也已经来台湾，蒜头的价数也渐渐伫咧稳定。目前产地线卖价数大约是1公斤250块。志同农会表示讲，过年了后蒜头会开始收成啊，若准收成好，价数会变较稳定。去年蒜头起大价，9月起价1公斤33，创下历史新高。因为检调单位起早，敢有人挑伫囤蒜头。不过，近来蒜头顺利进口，蒜头价数嘛渐渐落转来。目前西螺果菜市场的价数，蒜头是10公斤215块。政府有开放进口的蒜头啊，所以从12月初2开始规市蒜仁1公斤200块，蒜头1公斤250块。即嘛嘛有进口，即嘛做会较落啊，嘛咱遮嘛是拢无啊啦。市动农会表示，去年蒜头价数的大起，主要是因为气候害收成歹，佮因为疫情影响蒜头进口量少，价数才会大起。不过，即阵进口蒜头充足，今年若气候稳定，蒜头继续成长，价数就会更较稳定。现在目前的这样的天气，其实是对于我们赤桐的这个欧尤啊的蒜头是最适合它，大概20度的这个左右的整个生长环境。再来，如果是过年的期间前后，南风如果下来以后，我想对于我们蒜头的结头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市动农会表示，云林蒜头产量甲面积占全国9成以上。不过，去年蒜头价数贵，加出500公顷种植，但到旧历过年过，蒜头开始会当慢，价数就会更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沙田部明志国小有一位音乐老师，伊对10年前开始接触台语，唔但对台语产生热情，伊也开始用台语教音乐，伫学校内面也教囡仔讲台语。伫咧去年也得到新北市本土语言职优教学人员奖。捌去美国留学过音乐老师李宏燕，10年前无意中踏入台语的世界。过来，追紧。伊嘛是明志国中711班的导师，3年前甲家己的兴趣甲教学来结合。拄开始囡仔一定会讲，老师我听无就正常。老师点点用台文教阮学习的时阵，我即马较会晓听。囡仔受到鼓励，嘛会逐个一个一个啊，就斗阵，就是安尼弹出去。TS。用佚佗的方式，互囡仔产生兴趣。当然，嘛用伊的专长音乐，互因对听到唱豆豆啊来。倒一个音调。这条歌是咧讲教囡仔，咱爱友好，内底的意义足深的。李宏燕讲，会经台语歌来教唱，上主要是要互因体会台语的语调，嘛照歌词解说意思，互因介意唱、介意听。教囡仔会晓唱，其实囡仔足巧的。你只要互伊常常听，语言还是歌拢同款。上好是看敢袂当影响到因的父母，做伙甲流失的母语找回来。咱踮咧厝的有加减讲台语的。现场调查，规个班一半囡仔踮厝内无讲台语。李宏燕讲，伊以早就咧想，既然学生囡仔一天有一半时间踮伫学校，不如就开始用台语参学生讲话、教课，中昼嘛看台语新闻，嘛用台文写联络簿啊，长期落来嘛有袂歹的成果。我讲你真有才调，阁有艺术家的气质，望你继续拍拼，相信一定会是将才，咱斗阵行。我足感谢家长，目前为止每一个家长拢真赞成，因拢感觉讲安尼就好啊，互我的囝加学一项语言啊。我们确实有感受到，那个同学呢，他有时候会不经意的在就是会讲几句台语，我们也发现这个比例上有明显的这个提高。名词有啥物呢 ？Beauty。美丽 use 用途。因为
为对于台语教学的热情，去年伊得到新北市教育局的本土语言职优教学人员奖，这对于本地是音乐老师的伊来讲是足大的鼓励。安尼渐渐伊咧生活中，咱讲浸水式的教育，一天一天豆豆啊来，一定会有真好的结果就对啦。记者陈雅文、林旭凯，新北市报道。下半部天气实看，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